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首先，咱们看几个房企新闻。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4月10号，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7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的合计16.5亿元。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8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435亿元，也就是2年过去。融创也没有好转，还继续在挣扎。这个有媒体报道说，中国铁建西派喜悦开发商就是这个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中国铁建大家也知道，这个是央企建筑商，居然也拖欠农民工工资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中国铁建西派喜悦开发商为西安什么铁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名字。他们深知一个优秀的园林绿化工程能够显著提升项目的整体价值，为业主带来更加舒适宜人的居住体验。因此，西安铁生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严格筛选，最终选定了广东锦悦市政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分包单位。但是根据施工人，有什么王师傅、陈师傅等20余名在中国铁建西派喜悦项目示范区从事园林绿化的农民工反映，被拖欠的工资28万多元，还贴了一张图，这几个农民工在那儿讨薪。这个是不是说明作为央企，这个手头也不富裕啊，现金流也很紧张啊？我记得融创暴雷的时候，就是因为给供应商10万8万的供应款应付账款，还有叫什么汇票啊，兑付不了，账上有1000多亿，但是欠人家10万8万的兑付不了，最后没过几个月暴雷了。中国铁建难道也要走这样的路吗？我们看看这个经济观察报它是怎么说的。4月10号，经济观察报刊登一篇文章，叫新房成交量转跌。经济观察报好像是国务院下属的报，这个媒体啊，记者叫田国宝，他说根据同花顺数据，2025年第14周，就是3月31日到4月6号这一周，30城新房成交量为16788套，比上一周下降45.7%。此外，多家机构研报也显示，主要城市的新房成交量开始由之前的上行转为下跌。这个是经济观察报在唱空，咱们只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报纸的报道。在某一线城市负责项目销售的肖颖也感受到这一变化。他说4月以来，他所在的楼盘日均带看量减少了约一半，原本以为是清明假期的原因，但节后带看量并未明显改善。一家国有房企的营销负责人分析，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积压了一部分需求，2024年4季度至今，这部分需求已经陆续释放完毕。这个肖颖负责的销售项目在2024年926楼市新政后开盘，加上项目所在区域多年未有新盘推出，开盘后受到购房者的热捧。截至2024年底，该项目累计去化率接近50%，成为当地最为热销的项目之一。2025年以来，虽然去化情况不及开盘的盛况，但一季度累计卖出140多套，加上2024年销售成绩，项目整体去化率接近70%。尤其是在3月小阳春期间，项目共卖出上百套房子。肖颖表示4月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发生了变化。4月1日至4月8日，他负责销售的项目仅成交了3套房子，带看量也在下滑。肖颖所在的公司开发的另一个项目，其一期项目于2024年10月开盘，项目方对外宣称开盘即清盘。很多这个项目都这么玩反正媒体就报道一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经济观察报怎么说的，他说肖颖透露，该项目开盘时实际去化率约20%。你说这媒体就是乱报道，开发商就是故意制造这种焦虑，就是这种新房销售火爆的假象。他说截至2024年底，累计去化率超过40%，也所谓的开盘即清盘，其实卖了大半年也只卖了40%，这个弄虚作假是无处不在。2024年底，该项目2期获取预售证，考虑到1期尚未售罄，2期暂未开盘。2025年3月，项目2期按楼栋陆续推出70多套房源，并于1期合并销售。截至3月底，项目1期去化率达到60%，2期共卖出20多套。这个肖颖介绍4月以来，该项目共计卖出7套房子，其中3套是3月缴纳定金的订单，4月实际销售为4套。他提到公司开会时，销售人员普遍认为是清明假期的影响，但假期后带看量和成交量未见变
变化。也既然是清明假期影响了，那节后应该恢复，结果节后也没看见这个成交量、带客量有什么变化。一家央企在某2线城市的项目负责人介绍，4月以来，他所在城市项目日均成交量约为2024年的2/3，低于3月。2024年上半年，该央企项目负责人所在城市的新房成交量曾一度增加，下半年开始回调。10月在楼市政策提振下，成交量开始回升，到12月达到顶峰，日均成交量超过400套。2025年以来，1月虽受春节假期影响，但新房成交量仍超过2024年同期。从2月份开始，当地楼市呈现环比上升、同比下跌的趋势，至4月，日均成交量同比和环比均出现下降。同花顺数据显示，2025年4月1号到4月8号，30个主要城市的日均成交量为1796套，与3月相比下降了43%，与2月相比有12.3%的差距。按照经济观察报的说法，所谓的小阳春应该是结束了，都在下降了。它下面还有，他说市场普遍认为2024年4季度以来，楼市行情主要得益于积压的需求在楼市新政刺激下的释放，也就是刚需房被这个楼市新政一刺激，他们确实本人就需要买房，但是你条件优厚一点，你那个限购取消，必然有人会去买房。上述国有房企营销负责人说，926楼市新政前积压的需求主要分为2类。第一，2021年4季度以来，疫情期间积压的需求有一部分没有得到释放，2023年4季度以及2024年第2季度楼市经历了2轮调整，使得大部分购房者选择持币观望。一线城市主要以这类需求为主。第二，部分城市因限购等政策积压了相当部分的需求，这部分需求因不具备购房资格而被房地产市场拒之门外。随着限购政策放松或放开，部分群体具备了购房资格，成为楼市新的需求。绿城中国执行董事、执行总裁郭家峰在2024年业绩会上说，杭州全面放开限购和限价后，浙江省内外的客户都可以购买杭州房产，缓解了房屋品质和户型设计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双线放开导致原先压抑的需求集中释放，在高端市场体现的尤为明显。绿城的老执行董事他说，凭借浙江省居民较强的购买力以及杭州每年约20万的新增人口，杭州市场的需求释放可以持续1年到1年半。这一需求释放也为房企提供了一个投资拿地的结构性机会和窗口。上述国有房企营销负责人表示，供需两端政策逐步放宽，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使得深圳、杭州、成都等市场部分需求被释放出来。具体到新房，主要体现在核心城市、核心区域高端项目上。在他看来，如果新房成交量持续下行，意味着积压需求的释放减缓，可能需要新一轮政策释放出更多的需求。不过积压的需求并非取之不尽，而会逐渐消退。肖颖说，他所在城市去化较好的主要是少数单价超过10万元每平米的高端项目，多数项目的去化情况一般。其中一个售价4万元每平米的项目续客3个月，3月下旬开盘，认购了几百套，实际成交20套，4月以来1套还没有卖出。你看，也就是这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卖10万一套的那个房子，不是一套1平米高端项目，去化的非常快。卖4万1平米的房子，好不容易他续客4个月，也就是前面各种推广做广告憋了4个月，3月份一开盘数字挺好的，认购几百套，结果真正的成交的只有20套，4月份一套都没有。那4万1平米的那大概其实是刚需房，10万1平米的那是相对来说豪宅高端项目。你看看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就这么个格局，也就是有钱人他还是有钱，买到房子2000万3000万，没有钱的人买个100万的房子200万的房子，勒紧裤腰带。这文章的最后说，对房企来说，楼市政策形成的需求释放会有一段窗口期，例如绿城的执行董事预测的杭州市场的需求释放可以持续1年到1年半。通常情况下说，房企从拿地到开盘销售需要6个月左右，想要在窗口期内收回投资，需要将去化周期限定在1年甚至半年内。但类似杭州这样人口增量叠加放开双线的城市数量不多，多数城市的窗口期没有1年到1年半时间。截至2024年底，1、2线城市中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有深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长沙、合肥、南京、郑州、西安、苏州等。上述国有房企
营销负责人说，在窗口期较短的结构性市场机会中，房企第一要选对地，第二要尽量缩短从拿地到开盘的时间。他介绍，在一些城市拿地3个月项目就可以开盘，一些企业的拿地开盘周期甚至可以缩减至1个月左右。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房地产市场短期内实现回暖的预期相对较低。随着需求的不断释放，未来市场会呈现点状分布，部分城市、部分区域的土地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对房企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就是经济观察报它的4月10号的这篇文章，叫新房成交量转跌。经济观察报说的跟咱们平时分析的应该是比较一致，也就是经济观察报人家恐怕说了实话，房地产要想振兴，也想稳住，你不能自吹自擂，不能弄虚作假，要实打实的。你靠忽悠别人去买，制造这种焦虑，对吧？忽悠那些刚需房去买，你这个是害人不浅。这些刚需房买一套房子掏空6个钱包，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他们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你稍微风吹草动，你比如说失业，你比如说他在一个外贸企业上班，本来工资还可以，算一算买房也咬牙勉强也可以。如果他真的买房了，那就坏了，正好赶上现在贸易战，他很有可能就失业了。那你说他怎么办？谁帮他，对吧？前半生又白忙。所以说不要忽悠这些刚需房去接盘，因为他们抗风险能力是最弱的。而有钱人去玩那个高端项目，那你就玩去。上海不是年年搞那个高端项目豪宅吗？3、4千万的，你就说开发卖给有钱人没毛病。杭州也是，对吧？开始炒那个高端项目，反正有钱人他有钱，他抗风险能力强，人家都是现金买全款，也不怕那房价跌，也不怕失业。说到贸易战跟房地产的关系影响，我记得前几天咱们也说过了，有很多人他的思维肯定就是说，你看现在外贸不好做了，贸易战投资也不好，那我们只能是内需，那只能内需怎么办？所以那肯定得房地产上下功夫，你房地产是最大的内需，把房价搞起来，老百姓都去买房，内需不就起来了吗？大家还记得吧？我在前几天讲过，你看果不其然，咱们一个房地产专家叫孟小苏，他正好是这个观点。网易财经他报道，他说孟小苏打赢关税战的核心在于恢复房地产支柱地位。在财经智库 C 位观察节目中，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小苏表示，应对关税战应该大力发展楼市。美国经济底气源于房地产业长期稳定，带动了消费和经济。中国应该稳住居民房产资产价值，同时恢复房地产支柱地位，依靠内需应对出口压力。房地产是最大的内需，可以带动制造业和就业，保障房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形成内循环。大家看视频。我们面对美国的这些加税政策的底气，我们真正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来自内需。房地产是中国的最大内需，是制造业的最大订单。赶快恢复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地位，依靠内需来顶住这些肯定会出现的对美出口的下滑。中国现在的制造业的持续旺盛，使得中国的这个港口在10大港口里占了7个半，因为以重化工为主的这种产出成为中国的这些年的发展重点，包括水泥钢材其他建筑材料，是因为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业市场，包括房屋的不断产出，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中国支柱产业持续旺盛，带动相关产业持续发展，税收持续增加，人民就业和收入逐渐上升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把中国加到这么高的税了，我们敢不敢提出一个去美国化？它是要在市场上，在产品中想办法去中国化，相信有一部分去不掉，但是我们敢不敢由此你跟我脱钩，我也跟你脱钩，叫以牙还牙。同时中国能不能够及时的把那些受美国增加关税的受害国给它聚拢起来？它在打破 WTO， 我们还是要维护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制，这样对美国的威慑就更大了。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敢跟全世界斗，主要还是因为美国这些年房地产旺盛，造成它整个的经济旺盛。美国的房地产业从2008年那次崩盘以后4年后开始恢复了增长，从2012年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持续发展了13年了。这13年里房价稳定，就造成整个经济稳定，老百姓也敢于消费。疫情来了的时候，政府发钱，你看美国人不存钱，因为他房子在那儿放着，他的房子稳稳当当的。这些也翻过来教育了我们，要稳住老百姓的基础资产。这个基础资产就是占96%的城镇居民和占90%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所拥有的房产，不能让他们的资产再进一步缩水，不能以打压他们的房价，让他们的资产缩水为乐。另一方面，我们真正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来自内需。
来自2020年，中央就明确指出的，要把发展内需的需求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积极营造以国内内循环为主，由内循环带动双循环而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房地产是中国的最大内需，是制造业的最大订单，所以现在还来得及，赶快恢复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地位，依靠内需来顶住这些肯定会出现的对美出口的下滑，在营造我们中国的产品走向其他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外出口生态的时候，我们先把自己的事情稳住。中国现在的制造业的持续旺盛，使得中国的这个港口在10大港口里占了7个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运输量呢？就是因为以重化工为主的这种产出成为中国的这些年的发展重点。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重化工的产出，包括水泥钢材其他建筑材料？就是因为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业市场，包括房屋的不断产出。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产业发展，才有了税收，才能拿出钱来去造更尖端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中国支柱产业持续旺盛，带动相关产业持续发展，税收持续增加，人民就业和收入逐渐上升这样的情况下发生。我们再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恢复国内市场？人们说老百姓要消费，请问最大的消费是什么？是买房。鼓励老百姓去买电器，老百姓不买房，他凭什么买电器？他买个空调不买房，他挂什么地方？所以一旦他买了房，包括保障房，他一样能够拉动空调电器的购买，这比现在推进的以旧换新的效果更加明显。包括房屋更新，它也会带动一大批的电器和一些家居的更新。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美国的这些加税政策的底气。上面我起步来赶快拉保障房。保障房不需要你投入那么多钱，比你这个在贸易战里损失钱少多了。再一个，钱不会损失，这钱投下去，第2年就把房子卖回来了。连续投几年就不用再投了，它自我循环了。它内循环带动，能不能带动双循环不知道，至少内循环以内需为主，这种发展对中国来说比以往更加重要。这里面有短线，就是赶快按照中央要求，先把能干的事办了。你比如说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问题，能不能下决心就收它一下子？有些商办房你还舍不得让它卖，你下决心让它卖不就完了吗？还有一些地方有点能力建保障房的，咬咬牙把钱投下去。中央财政这5000亿是一定应当出的。那么这些钱不是有很多出主意的说要用2万亿搞基础设施，3万亿搞基础设施建设吗？我赞成，但是我只是认为你别把基础设施建设想窄了，它并不光是修桥修路，它直接面对民生的保障房也是基础设施，是城市民生基础设施。中国还有广阔的农村市场，我原来也多次提倡，关于按照党的18届3中全会提出的，要让农村的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真的能这么做的话，这是一次新的不花钱的改革。农村当时承包制就是不花钱的改革，我们的房改也是不花钱的改革。不光国家没花钱，而且公有单位还收回了成本赚了钱。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新的不花钱的改革，就是让农村的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走向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的财富将会倍率增长，这样的话他的消费能力也会迅速增长。我认为如果走向这一步，将会使中国的经济恢复到每年8以上的增长，持续发展20年以上，这些都是我们抵御美国关税政策的长线的措施。当然，这些可能就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了。孟小舟他是咱们中国的房产专家，因为他整个中国的房地产改革好像他都参与了。他是个积极的、稳定的房地产的一个看多派。你说他是看多派也不一定准确，总之他比较看好房地产，因为房地产非常重要。所以他整个视频里面也说的是房地产支柱产业，就是恢复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说要房价涨，但是他的潜台词肯定是要房价涨的，因为房价不涨，那你什么稳住居民房产资产价值，至少不能跌，你跌你怎么稳住呢？所以这个是一家之言。他说恢复房地产支柱地位，我记得这个政府的说法，就到现在为止也一直在强调房地产还是支柱地位。住建部也说，就是到现在咱们老是房地产第一名，那它还是国民经济中还是支柱地位，它这个支柱地位并没有丢，它只是这个支柱的这个柱子越来越细了。那孟小舟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柱子越来越粗，应该这么理解。实际上我的观点，拉动内需你靠什么拉动呢？都可以，新能源汽车、房地产、旅游等等五花八门，你都可以刺激让人去消费。房地产是个最大一块，也可以理解。但是你不管用什么手段让大家消费，前提是韭菜必须有钱。你让韭菜有钱去消费，一个是有钱，第二个还得有信心。就没有钱也可以，你有信心，你相信未来3年这房子要翻1倍，你现在保证是打破脑袋借钱都会买。只要你相信了未来3年会涨1倍，那你要做的肯定是借钱买房。
问题你为什么不买？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大家都没有信心，大家都会想，为什么3年以后他会被谁来买，把它卖给谁？3年以后的人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个现价要翻1倍的房子？对吧？这个疑虑就来了，就是大家没有信心。所以说对韭菜来说啊，一没钱，二没信心。你把这2个问题不解决，你光说消费，光说房子，这个意义就不大。这房子还不一样的，因为房子它虽然叫消费，但是它还是有投资价值啊。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核心是韭菜没有钱，我们消费不振，一没钱，二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跟你的法治也有关系，像特朗普这样的朝令夕改，大家就没有信心。社会保障，你未来的保障不健全，大家没信心。也就是我自己要攒钱啊，以后养老。那既然养老靠我自己，那我就玩命攒钱，而且是攒钱没有底线的，那攒的越多越好，所以不敢花钱。说预期不好，一个是法治，你法治你动不动把家头放出来狂叫，那所有人有点钱的就想着惹不起我躲得起，远走高飞。大家为什么怕家头？因为家头的理论是，对吧？把这钱放到一起，由他来管，这就走集体。你老想着把马云的钱搞过来，大家一起花，那马云他能不害怕吗？对吧？这跟法治有关系。那怎么样保护韭菜，保护私有财产？那你说现在经济很难发展，你看外贸，这接下来外贸好不了，投资也不行，内需也不行，也就是你想把经济这个蛋糕做大挺难的，就越来越难。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蛋糕只要是无限的做大，而且蛋糕扩大的速度啊，只要这个速度够快，矛盾就被掩盖了。不知道大家理解不？但这个蛋糕的速度在它的增速在减小的时候，或者它蛋糕不变了，就这么大，很多矛盾它就掩盖不了。我们过去是靠蛋糕的速度，所以我们追求 GDP 达到8，你达到8什么都解决。那现在到不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这个正道分配要公平，所以我们老说要分配。既然蛋糕做不大，那我们追求分配要公平，也就是说大头少留一点，更多的钱应该给韭菜。韭菜有了钱他会花，不需要你操心的，消费自然就上去了。因为大头的钱很多都是浪费掉了，它并没有形成什么价值啊，形成什么资产，它是被什么老干部疗养中心，被什么广场、什么反森树，被这个大山里面那些宏伟的工程，这个有什么经济价值？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你如果把这钱给韭菜发下去，韭菜自己去买新能源汽车，韭菜用来改善自己生活，甚至有的韭菜还跑去买房，韭菜它会花，那这样你的消费才起来。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说你搞房地产，还是搞高科技，还是搞什么这个搞那个，而是应该搞韭菜收入，把韭菜的收入想办法提高一点，跑冒滴路要堵住。我们再看一个报道，咱们就知道为什么很多钱扔到水里去。第一财经报道，他说豪华酒店甩卖至骨折价，县城中低端酒店繁涌，现投资热。4月10日，原本法拍挂牌9.08亿元的四川南充天来大酒店，历经10次流拍后，最终仅以2.2亿元的骨折价成交。知名高星级酒店频繁流拍后降价成交，反映出近期高端酒店大宗资产交易市场的复杂态势。近年来，在房企退出之际，水泥大王煤老板等实业资本进入高端酒店领域现象曾引发业内广泛关注，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类似的交易热度有所下降，高星级酒店流拍率居高不下。什么原因导致了高端酒店资产拍卖遇冷？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豪华酒店收益率偏低，资产溢价能力并不突出。酒店之家叫易劲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酒店投资白皮书显示，在所有层级的酒店类型中，小县城的中低档酒店反而表现突出。在过去1年里，4线以及以下的城市就县级市场0到2星级酒店新开业数量达到1.25万家，体现出县级市场基础住宿需求的旺盛。这个说明什么？就是高端酒店，你看在四川南充建一个高端酒店，类似于在西部大山里你建个豪华的这个宏伟的大桥，是一个道理，就是它产生不了价值。这个酒店你看原来挂牌价是9个亿，现在只能2个亿把它卖掉。为什么？因为你投入了9个亿盖的这个酒店，或者说不能说投入9个亿，这个酒店经评估值9个亿，但是最终成交是2个，只有2个亿人家才能赚到钱，运营它的值。那也反过来说明以前你投资这个酒店错误的，你在南充搞这么好的酒店就是浪费，是不是浪费了？在南充那个地方只能搞2个亿的酒店，南充那个地方消费不起这么高的酒店，那这个投资对吧？这中间差价7个亿去哪儿了？这个7个亿转来转去都是大头的钱没了。就我们简单的理解就这意思。如果这7个亿给韭菜，我自己会花，我知道我该买什么，我缺什么，就是一个道理。因为这个贸易战，所以咱们现在越来越关注内需消费，就像房地产一样，咱们救楼市、救市措施，如果你什么救市措施如果不聊提高韭菜收入，那都是白瞎瞎忙。消费也一样，你不管怎么刺激消费、提振内需，如果你不聊提高韭菜收入，那都是瞎出主意啊，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